前方大游览车出来一条路，可以到神岳山庄义和圣堂。神岳山庄义和圣堂。到下午5点了呢。前方慈圣宫呢，关田慈圣宫，有供奉呢陈永华，知遇参军，明朝末年帮助正宫正经，知遇参军陈永华，主要是帮助正经时期的。他的坟墓在柳营国立后，他这个庙在关田慈圣宫。